喺人生嘅道路上，我哋不時會遇到一啲深刻嘅選擇，呢啲決定唔單止會影響我哋自己嘅前路，更可能觸動到神嘅心弦。究竟係咩力量，能夠驅使一個人甘心樂意咁放下自己嘅舒適，甚至付出所有，去回應一份神聖嘅呼召呢？呢份心志背後，蘊藏住啲咩奧秘？聖經尼希米記第11章2節入面有一句好重要嘅話，提醒我哋，凡甘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嘅百姓都為佢哋祝福。呢句經文唔單止係講緊一種選擇，更係一份對神嘅信任同無私嘅奉獻。神深深地尊重呢種從心底發出，願意為信仰同群體而付出嘅愛。當我哋憑住愛，將自己嘅時間、才華，甚至係心智，甘願咁獻上嘅時候，神嘅恩典同祝福就會源源不絕咁充滿我哋嘅生命。呢份從天而來嘅應許，係超越凡塵一切物質嘅回報，帶嚟真正嘅平安同滿足，亦會成為見證。